日我哋嚟解答一個比較高頻嘅問題：喺香港領嘅結婚證到內地起訴離婚，點解要先辦公證呢？香港嘅公證同埋海牙認證又有咩區別呢？首先，第一，點解要辦公證？香港同埋內地實行嘅係唔同嘅法律制度。香港嘅結婚證喺內地嘅法院係唔可以直接使用嘅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民訴證據若干規定嘅第11條，所有喺港澳台形成嘅證據，譬如結婚證、出世紙等等，必須要經過公證認證，否則法院係唔會採信嘅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公證就係為咗證明呢一份結婚證係真實合法嘅，而唔係偽造嘅。第二，香港公證係點樣做嘅呢？一般咧係揾司法部認可嘅香港律師進行公證結婚證，並且加蓋轉遞認證，確認真實性就可以用啦。咁香港大多數嘅律師都可以做嘅。結婚證嘅公證比較簡單，費用咧大概係3000港幣左右，一般可以即做即走，非常之方便。第三，海牙認證同埋香港律師嘅公證又有咩唔同呢？好多人都會混淆呢兩個概念，但係其實香港嘅公證係本地認證加轉遞，專門用於內地嘅；而海牙認證嘅作用咧係簡化跨國文書嘅認證流程，適用於海牙公約嗰100幾個成員國，譬如美國、新加坡。而我哋國家係喺2023年正式加入海牙公約嘅，但係港澳台地區形成嘅證據係唔需要經過海牙認證，直接行公證加轉遞嘅流程就可以使用噶啦，非常之方便快捷。最後提醒大家3點嘅：第一，公證之前一定要確認結婚證原件係完好冇損嘅，複印件需要清晰。第二，公證嘅有效期一般係6個月到1年，所以建議辦完公證之後即刻啟動離婚程序啦。第三，需要先確定管轄法院再做結婚證公證，因為公證嘅文書係需要附註用途以及所用地區嘅，否則做咗亦都係白做。